我今日真係好榮幸可以出席呢個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嘅主辦嘅香港享譽品牌大獎2025嘅頒獎典禮。其實今日嘅品牌大獎係強調市場嘅影響力同消費者嘅互動，同埋行業嘅領導力，對塑造品牌形象嘅重要性，同埋肯定品牌喺實際業務應用上面嘅傑出表現。其實今天嘅得獎品牌係嚟自各行各業。呢啲品牌喺塑造消費者嘅認知同埋推動業務成長方面咧，係作出重要嘅功效嘅。咁我作為一個金融業嘅分子咧，其實我深深明白品牌其實對服務行業，尤其是金融行業嘅重要性。因為金融就係嘅服務就係要基建於客戶嘅信任，品牌同客戶信任咧其實係緊密相連嘅。因為相信大家你去選擇呢個金融嘅服務嘅時候，你一定會睇佢個品牌、佢嘅知名度、佢嘅專業性。咁所以呢啲正正就係點解喺品牌呢個創造同埋創新咁重要。因為經過品牌，我哋可以傳遞可靠性同埋呢個營造呢個可信度，對建立呢個客戶嘅關係咧係好緊要嘅。咁一個有效嘅品牌，可以幫助一啲金融機構喺呢個競爭激烈嘅市場裏邊脫穎而出。其實品牌用咗另外一個重要嘅方位，就係知識產權。因為咧大家都知道特首喺2025年呢個施政報告裏邊亦都提出咗，香港要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嘅貿易中心，擴展香港成為一個知識產權生態圈喺呢個亞洲區嘅重點。咁呢個品牌作為知識產權，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要促進呢一個經濟新嘅增長點咧，就一定有相當重要嘅角色。喺呢個市場變化之中，要維持呢個品牌嘅成功咧，就一定要不停咁創新求變。頭先方會長講過，呢個科技喺呢一方面點樣競爭去保持領先相當之重要。咁而香港互動事務商會一直以來，我知道為市場銷售啦同埋廣告業界咧，都提供好多交流嘅學習平台，幫助企業了解最新嘅趨勢，尋求創新嘅機會。今天呢個香港享譽品牌大獎真係一個好嘅例子，因為我相信透過今日嘅活動去嘉許最佳嘅實踐，分享行業嘅新機遇，能夠啟發企業喺唔同不停變化嘅市場中保持優勢。我期待所有得獎嘅企業能夠秉持今日呢個大獎嘅主題，就係響亮全城、非同凡響嘅精神，喺維護品牌嘅聲譽同埋影響方面精益求精。我亦都祝願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同埋各位業界同仁攜手推動本地品牌嘅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市場嘅地位。